大灣區中山自由行，旗杆公園、中山美術館、夜遊中山步行街。喺前海鐵路站乘坐深中跨市公交 T01A 線，1個鐘頭左右到達中山博覽中心公交樞紐站。繞過綜合展廳嗰邊，巴士總站有好多條 K 編號嘅中山跨城鎮線。向南行，跨過長命涌到興交路，去坐 B10 路城區快速巴士去酒店。今晚入住石岐區富華道嘅希岸酒店。前台同埋大堂。房間內擺放雙人床之後，活動嘅空間都算寬敞。洗手間嘅設備都唔錯，算乾淨企理。放低行李，就行去附近嘅旗杆公園。唔走回頭路，由南門進入旗杆公園。跨過前面嘅閘橋，對面就係興中廣場。準備參觀前面嘅中山美術館。旗杆河邊嘅紫玉蘭，中山美術館廣場，今期展出藝海絕英中國水墨畫名家精品大展，中山巡禮。中山美術館巡展第4站，幾百幅精品水墨畫，題材涵蓋山水、花鳥、人物、走獸等各個領域。作品《梁山108將》，作者張振華。
作品《玉》，作者周利。作品《滿目春光》，淡歌，作者孫建林。精選100多位已故及在生嘅創派畫壇高手，精心挑選佢哋嘅300至350幅精品。作品《呼嘯的山峰》，作者劉光達。輕聞春光，任米不下嘅熊貓，不足細膩，氣息吉祥。2017年嘅作品。作品《奔騰》，作者蕭運澤。栩栩如生嘅珍禽異獸。每一幅畫都係藝術家佢哋嘅心血結晶。作品《望》，作者趙曉安。上2樓展廳參觀。藝術小天地小掛件。從展館嘅間隔結構可以睇到粵中船廠舊址改造後嘅鋼構風貌。新春嘅氣氛仲未消除。作品《相遇》同埋《樂》。作品《醉春》，作家周全安。作品《水鄉風情》，作家葉其清。作品《力爭上游》，作家何鴻佳。作品《學不先鋒》，作家江欣蓮。參觀完畫展，經過一艘翠翼粵中號遊船，繼續向北門前行。沿石岐河邊行，保留舊船廠鐵路路軌，再作藝術加工。白色嘅鋼柱陣象徵住沖天信念同埋幹勁。鐵路軌嘅兩邊生滿咗雜草。
公園內湖嘅噴泉，外通旗江河。舊廠房嘅龍門吊同埋路軌，保留原址上所有嘅古樹同埋部分水體植物。由旗江公園北門離開，元華富路經旗江橋往宣文西路遊覽。轉向旗江橋，全省唯一仲係喺使用緊嘅開合鐵橋旗江橋就橫跨於此。左前方就係興中廣場同埋繽紛幻影嘅摩天輪。喺旗江河上面回望旗江橋，興中廣場入口嘅位置，宣文西路文化旅遊步行街，華燈初上，西洋風格嘅鐘樓。興中廣場裏邊嘅商店人流唔多，繼續走宣文西路文化旅遊步行街，步行街一邊圍封做維修，右轉大廟下街，呢度有一排餐飲店，都算有啲人氣。呢間特色美食店亦都係冇乜客人。兩架美食車。整條步行街基本上都冇乜人。行到宣文西路步行街嘅尾段，轉出悅來路。
原來路再右轉泰安路。坐巴士坐咗一個站，過咗旗杆橋就落車，行返酒店。